男神彭于晏过年期间可没跟大家一样都在吃吃喝喝，为了维持健美身材，不只透过饮食控制，也严格执行健身项目，练出超猛身材。最新的代言广告中，还微微露出胸肌，让粉丝眼睛大吃冰淇淋。艺人彭于晏坐车里穿梭在巴黎清晨的街道，有条不紊地挑选帅气西装。这是彭于晏最新出炉的广告，他成为该欧洲品牌的第1位代言人。没想到最后还有惊喜彩蛋献给粉丝，快速穿起衬衫，虽然身材被花挡住一半，但隐约还是可以看到彭于晏的精实身材，让粉丝眼睛大吃冰淇淋。而这个习惯早就从他拍戏开始累积。艺人彭于晏，像我之前拍一个体操的戏《翻滚吧，阿信》，就要练成一个体操选手，所以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去锻炼。后来拍了林超贤导演的《激战》，黄飞鸿就有不同的锻炼方式，破风骑单车，所以练的身体部位也不一样。从拍戏开始慢慢锻炼，彭于晏可是已经把健身当作每天功课。艺人彭于晏，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，他就变成你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，不一定要为了身材好才做，讲起来轻松，但看看彭于晏每天都菜单，有伏地挺身、哑铃弯举、深蹲、卧推，来加强身体的各部位肌群。还有基本的仰卧起坐维持冰块和腹肌，以及跑步来提升心肺功能。彭于晏 vs 张钧甯，什么112.5公斤？这没问题啦！娃娃除了健身，饮食也超重要。他以水煮蛋、鸡肉为主，也避免淀粉、油脂、盐分及甜分太高的食物。彭于晏拥有强大的意志与坚持，加上严格自律，常年锻炼，才能操出健美身材，让他巩固男神地位。